咁一個單位做得好唔好呢？防水工程係非常之緊要嘅。咁好似呢個單位，我哋已經做好晒泥水，開始做防水啦。芬哥，我哋對啲觀眾講，我哋一個防水係點樣為之一個好嘅防水呢？呢度呢，我做咗2浸防水嘅。第一浸呢，我會主要啦係將嗰啲英泥沙嘅窿啦封晒佢，乾咗之後呢，就有第2浸啦。第2浸呢，就真係用嚟防水嘅，游得好密㗎，可以望一望呢啲，其實全部呢都冇窿仔㗎，好密㗎。其實你可以攞水喉呢去肥佢呢都冇問題㗎啦，係啦。或者你可以試水㗎，隨時你試水嘅時候可以拍片俾啲觀眾去望下，啲 fans 望下。多謝芬師傅幫我哋講解咗點樣為之一個好嘅防水層。之後我哋就會進行浸水測試，跟房署標準放滿水24小時，期間做咗一個標記，中意嘅話都可以用熄水。咁只要過咗24個鐘頭，水位冇明顯下降，樓下冇投訴，以及廁所外嘅牆身係冇滲水跡象呢，呢個防水基本上就冇問題㗎啦。